好，好啦，咁就好多謝阿鐘嘅分享啦。咁我哋咧就差唔多可以開始啦。咁首先大家好啦，我係 Anthony。咁咧就好開心咧，今日可以同大家喺呢度咧去分享一個關於健康一個好重要嘅題目，就係蛋白質。咁咧我哋咧首先睇一睇個 PowerPoint 先啊。好啦。咁咧，我哋講到蛋白質嘅時候咧，其實係一個好全面嘅題目嚟嘅。咁好多人會覺得咧，蛋白質其實係我哋日常生活入邊咧一個飲食嘅部分。咁但係咧，透過今日學習咧，希望可以俾大家見到，其實蛋白質對我哋生命咧係有一個好多唔同嘅多元化嘅作用嘅。咁首先嚟睇下咧，我哋大部分人嘅諗法入邊，究竟蛋白質係啲乜嘢？咁我相信對於一啲做開運動健身嘅朋友嚟講咧，蛋白質最容易就係聯想起肌肉啦。當我哋去諗起蛋白質嘅時候，就係關於我哋去點樣去建立肌肉啊，去做健身嘅時候咧，甚至乎有啲嘅健身嘅朋友亦都會去額外去買一啲嘅雞胸肉，甚至乎係一啲嘅蛋白粉咧，去幫助佢哋去建立肌肉嘅過程嘅。咁而對於一啲去注重健康嘅朋友咧，可能佢哋屋企都會有一個嘅電子磅，或者而家政府嘅一啲嘅場所都會有一啲嘅電子磅喺度。咁呢啲電子磅可以每日咧去幫我哋去分享一啲嘅數據俾我哋嘅，令到我哋去知道自己身體嘅唔同組成嘅成分。咁所以對於啲注重朋友、注重健康嘅朋友嚟講咧，可能蛋白質就係一種數據嚟嘅。咁當然對於我哋普羅大眾嚟講咧，其實蛋白質本身就係一種食品啦，咁可以令我哋諗起一啲嘅，例如係雞肉啊，或者三文魚啊、牛扒啊等等唔同嘅肉類咧，咁都係一啲蛋白質嘅代表。咁但係希望咧，透過今日嘅學習，俾大家見到咧，其實我哋嘅生命咧，每一個部分咧，都同蛋白質有好大嘅重要嘅聯繫喺度嘅。咁蛋白質其實係可一個可以咁講，就係佢幫我哋去建立生命。冇蛋白質咧，就唔會有生命嘅。咁所以有啲人咧，當未經過學習嘅時候，你會發覺佢哋用咗一個好多好貴嘅價錢咧，去解決一個其實好平嘅問題。例如話有啲人咧，佢朝早起身嘅時候覺得精神好唔充足，咁所以我哋就會飲咖啡。咁一杯唔夠就飲兩杯、飲三杯、飲好多好多杯嘅咖啡，每日咁去飲，去提升自己嘅能量嘅狀態，一個生活嘅表現。亦都有啲人咧，可能係會一次使過10萬蚊咧，去做一啲嘅頭皮嘅療程，希望去解決到呢個甩頭髮嘅問題。咁但係原來透過學習，我哋知道咧，呢一啲通通都係我哋蛋白質缺乏嘅一啲長期嘅症狀嚟嘅。咁所以只要我哋去解決到呢個蛋白質缺乏嘅問題咧，好多嘅症狀咧都可以用一個好平嘅方法咧就解決得到呢個蛋白質嘅缺乏嘅症狀啦。咁究竟蛋白質係一啲咩嚟咧？蛋白質其實係我哋生命入邊嘅一個基礎嘅物質嚟嘅。再講一次就係冇蛋白質咧，就唔會有任何嘅生命嘅。身體入邊每一個嘅細胞咧，同埋我哋一啲重要嘅組成嘅組織器官咧，都係用蛋白質去構成嘅。咁所以蛋白質對我哋身體咧係一個好重要嘅作用。咁蛋白質喺我哋身體嘅入邊嘅佔比大概係16%到20%左右嘅。咁所以例如話一個60 kg 嘅成年人咧，佢嘅體內咧大概就會有9.6到12公斤嘅蛋白質喺度啦。咁蛋白質對身體有啲乜嘢機能咧？今日我哋喺呢度總結5個唔同嘅機能，咁包括我哋嘅結構物質啦，我哋一啲嘅身體入邊嘅載體嘅運輸，一啲激素嘅催化、激素嘅調節啊，酶嘅催化，或者係我哋作為一個能量嘅供應來源嚟嘅。蛋白質係一切生命嘅構成嘅物質。咁我哋人體入邊咧，所有嘅地方咧都係需要到蛋白質嘅構成嘅。咁人體入邊只有兩個地方係冇蛋白質嘅啫。第一就係我哋嘅膽汁，因為膽汁咧喺我哋嘅消化系統入邊咧係起住一個消化蛋白質嘅作用。咁所以佢本身嘅入邊係就唔會有蛋白質啦。咁另外亦都因為我哋人體嘅本身嘅結構啦，咁所以我哋嘅尿液入邊咧亦都唔會有蛋白質嘅。正常嘅尿液係唔應該有嘅，除非佢有一個腎臟有問題咧，咁就我哋就會有一個蛋白尿嘅問題。咁所以你會見到咧，我哋人體嘅包括我哋嘅頭髮、我哋嘅皮膚、我哋嘅肌肉啦、骨啊、內臟啊、血液啊等等咧，都係由蛋白質所構成嘅。咁所以翻到啱啱講嘅問題，當一個人見到自己開始甩頭髮、頭髮唔充足嘅時候，我哋會諗起嘅唔一定係再去諗起去做一個好貴嘅植髮嘅療程，而係我哋要問下自己，究竟我個蛋白質係咪真係足夠去俾身體生長到咁多嘅頭髮出嚟咧？定係我呢一排嘅蛋白質嘅吸收下降咗，消耗提升咗，令到我身體唔夠足夠嘅蛋白質去到生長出我想要嘅頭髮咧？咁呢個係一個值得我哋深思嘅問題。咁講一啲例子啦，例如話膠原蛋白，人體入邊有好多唔同嘅蛋白質組成嘅部分嘅，咁其中咧膠原蛋白佔咗我哋所有蛋白質嘅1/3以上嘅。咁膠原蛋白對於女士嚟講咧，就一個相當之熟悉啦。咁包括我哋皮膚嘅飽滿啊、豐盈啊，或者一啲有光澤、有亮澤咧，都係由膠原蛋白去決定嘅。
咁但係對於人體生活嚟講咧，生命嚟講咧，其實膠原蛋白對我哋嘅內臟係更加重要。咁包括佢對我哋嘅血管係令到我哋血管壁變得柔軟，唔會容易高血壓啊、爆血管啦。而膠原蛋白喺我哋嘅腸道入邊咧，亦都係主宰住我哋腸道嘅一個嘅絨毛細胞入邊嘅一個緊緻度。咁呢個絨毛細胞嘅緊緻度就會直接影響住食物入邊有幾多嘅毒素咧，會進入到我哋嘅身體入邊嘅。表皮細胞每28日會更新一次，咁呢個表皮嘅細胞咧，亦都係由蛋白質所構成嘅。咁所以我哋嘅皮膚係咪一個有光澤定係一個暗啞嘅狀態咧？呢個都係由我哋嘅蛋白質充唔充足咧去決定得到。咁另外咧就係我哋嘅胃黏膜啦，我哋嘅胃黏膜細胞咧每3日就會更新一次嘅。咁所以我哋嘅胃酸啊，或者我哋嘅胃黏膜有冇導致我哋嘅胃嘅不適、胃痛啊等等嘅問題咧？呢個亦都係睇我哋嘅蛋白質係冇有冇足夠嘅補充。神經嘅遞質包括我哋會令到我哋好開心、快樂、正面積極嘅一個多巴胺啦，或者係令到我哋會可以捱過痛苦、可以克服痛苦嘅一啲叫安多酚嘅嘅物質，又或者係令到我哋母子啊父子之間有一個親情嘅一個催產素喺度，或者係一個血清素令我哋個人正面積極嘅，亦都可以同身邊嘅同伴去互相合作，去保持一個樂觀嘅心態嘅。咁呢啲神經嘅物質咧，亦都係由蛋白質所構成嘅。咁所以當蛋白質缺乏嘅時候咧，我哋身體唔同嘅情緒亦都會有表現到出嚟。免疫細胞係由蛋白質構成嘅，咁所以包括我哋嘅皮膚係作為我哋嘅免疫屏障嘅第一道屏障啦，我哋嘅黏膜亦都係蛋白質所造成嘅。咁入去到我哋細胞入邊嘅身體入邊嘅一啲嘅針對性嘅 T 細胞啊、B 細胞等等咧，都係由我哋嘅蛋白質所組成嘅。咁所以當我哋經常去患病、經常會有感染嘅時候咧，我哋都可以睇下自己。除咗我哋有冇經常處於一個高風險嘅環境，係一個好多病人，例如喺醫院入邊出入得多嘅之外咧，我哋有冇一個足夠嘅蛋白質嘅補充？咁而骨頭入邊咧，其實都有好多嘅蛋白質嘅元素喺入邊，甚至乎咧蛋白質嘅佔比係比鈣更加多嘅喺某啲地方。咁所以咧骨頭係咪一個堅強嘅狀態？會唔會成日會出現骨折啊？或者係有啲曾經拉傷過啊斷過骨啊等等之後咧，就好難都恢復翻嚟嘅。咁呢一個亦都係我哋蛋白質嘅一個好重要嘅作用。咁蛋白質亦都係對我哋身體唔同嘅運輸咧，係起住一個好重要嘅作用嘅。我哋嘅血紅蛋白本身係用蛋白質組成嘅。咁血紅蛋白用嚟做咩咧？佢主要就係用嚟做運輸我哋嘅氧氣同埋二氧化碳喺我哋嘅肺入邊進行交換嘅。咁所以當我哋身體入邊長期缺乏蛋白質，有一啲人佢表現嘅症狀就係會經常去比較好攰啊、提唔起勁啊、一個好冇精神嘅狀態。其中一個可能嘅原因就係因為佢缺乏蛋白質而導致到咧血紅蛋白唔夠。咁啊，氧氣交換嘅不足就令到大腦長期缺氧，輕度咁樣缺氧咧，既唔會令到我哋有窒息嘅感覺，但係就會令到我哋經常咁樣係精神不足咯。咁啊，脂蛋白呢度亦都去講到我哋平時咧成日喺坊間會聽到一個關於所謂好膽固醇、壞膽固醇。咁其實咧呢個係一個坊間嘅俗稱嚟嘅，實際上呢樣嘢唔係膽固醇嚟嘅，佢係一種叫做脂蛋白嘅物質，佢係一種好特殊嘅蛋白嚟嘅。佢令到咧，咁呢種蛋白質咧可以係佢嘅表面咧可以溶於血液、溶於水入邊嘅。咁但係佢嘅內心咧，佢中間深嘅地方咧就係一個脂溶性嘅載體嚟嘅。咁所以一啲脂溶性嘅營養素，包括係我哋嘅礦物質啊，一啲唔同嘅脂肪咧，亦都可以透過呢個脂蛋白咧喺我哋嘅血液入邊做運行，去唔同嘅地方咧，去俾我哋去用到嘅。咁啊，白蛋白咧係就喺我哋細胞嘅表層上面，咁去控制我哋嘅滲透壓嘅。咁所以咧，有啲人佢點解會水腫咧？其實好大多數人嘅水腫係因為蛋白質嘅唔夠，所以咧令到呢個白蛋白咧嗰個作用咧就下降咗，就令到細胞就唔鎖水，水就會液體就會流出個細胞外邊咧，就經過地心吸力咧就會聚咗落嚟。咁所以咧呢啲人咧水腫喺腳啊或者喺肚腩嘅位置咧，就好多時都係因為呢一個問題。第三個作用，蛋白質嘅作用就係酶嘅催化。咁啊，酶係一個身體入邊嘅一種好重要嘅元素啦。佢嘅主要成分就係一個蛋白質嚟嘅。咁有啲酶咧係佢只係需要靠佢自己蛋白質就可以發揮作用，亦都有一啲酶咧需要一種叫做輔酶嘅物質咧去發揮作用嘅。咁呢啲輔酶咧係一個統稱嚟嘅，佢有陣時可能係代表係維他命 B 啊，或者係一啲礦物質，例如係鎂啊等等嘅物質。咁透過呢啲嘅酶嘅催化咧。例如我哋呢度列表咗一啲嘅消化系統上面嘅酶，咁例如話我哋嘅唾液嘅澱粉酶去幫我哋喺口腔入邊預先消化部分嘅澱粉，咁胃入邊有蛋白酶啦，咁去到腸道入邊亦都有我哋嘅乳糖酶啊、脂肪酶等等去幫我哋咧將唔同食物入邊嘅元素去拆解出嚟，形成一個身體可以吸收到嘅形態，咁喺我哋嘅腸道入邊吸收嘅。
咁啊，呢個係酶喺我哋消化道入邊嘅作用。咁呢啲酶全部都係由蛋白質做嘅。咁除咗消化系統之外咧，其他身體包括我哋嘅神經系統啊等等咧，亦都有需要到酶嘅作用喺入邊。激素嘅調節亦都由蛋白質去主宰住嘅。咁大家亦都會聽過一啲關於例如係甲狀腺素啊、腎上腺素啊、胰島素啊，呢啲係一啲重要嘅激素咧，其實亦都係同我哋嘅蛋白質嘅補充嘅量咧嘅程度咧係息息相關嘅。咁啊，甲狀腺嘅高與低，或者腎上腺素嘅高與低咧，亦都會直接令到我哋係處於一個經常去緊張一個好繃緊啊、好容易驚嚇啊、受驚嚇嘅狀態咧。咁呢度係一啲甲狀腺或者腎上腺太激烈嘅狀況。咁如果呢個腺素分泌得唔夠咧，亦都會令到我哋係精神不足啊，或者容易疲倦啊，對事情提唔起勁嘅一種狀態喺度。胰島素對於我哋當然係一個血糖嘅調節。咁呢個血糖嘅調節咧，本身亦都需要到蛋白質嘅參與。咁另外啦，蛋白質本身咧，佢亦都係一個能量嘅物質嚟嘅。每一公克嘅蛋白質咧，就可以生產到4個大卡嘅熱量。咁除咗蛋白質可以直接被燃燒成為熱量之外咧，蛋白質本身亦都係參與喺各種嘅能量製造嘅過程入邊嘅。咁換句話說，就係話一個人嘅能量狀態咧，係會直接同埋間接咁樣都係由蛋白質咧去操控住嘅。咁所以咧，佢係大概咁樣去睇咗蛋白質對身體有唔同嘅作用之後咧，我哋又可以去分析一下，究竟缺乏蛋白質對身體會再帶嚟一啲乜嘢嘅長期嘅表現嘅症狀。咁首先一個好重要嘅蛋白質嘅缺乏嘅症狀咧，就係免疫力嘅下降。咁正如頭先所講到，免疫細胞咧本身係由蛋白質所構成嘅。咁所以當我哋身體缺乏蛋白質嘅時候咧，製造嘅抗體啊、紅血球等等嘅材料就會唔夠。咁因此咧，我哋嘅免疫力就會下降啦。免疫細胞嘅更新大概係7日為一個週期嘅。咁所以如果一個人佢今日得咗感冒啊、流感啊等等一啲嘅感染性嘅病毒，係因為免疫力下降啦，又或者係因為體內嘅毒素多咗咧，而免疫力下降咗嘅時候咧，我哋所需要去睇嘅就唔係今個星期佢嘅蛋白質補充係咪足夠，而係佢過往上一個星期佢嘅蛋白質補充係咪有減少到，或者佢蛋白質嘅消耗有冇增加到。例如話佢嘅飲食有啲乜嘢嘅改變啦，或者佢嘅運動作息、佢嘅情緒壓力嘅面對嘅狀況、生活上嘅狀況有冇啲乜嘢嘅轉變，而推敲出佢究竟有冇一個蛋白質缺乏嘅問題。咁如果有嘅話咧，咁適當咁補充翻蛋白質咧，咁可能喺一個星期之後咧，佢個免疫力咧就會回復翻去一個正常嘅狀態入邊。老化速度啦會加快啦。咁當我哋缺乏蛋白質嘅時候咧，身體會容易起皺紋啦。我哋嘅皮膚會容易下垂啊，或者內臟都會下垂。咁呢度亦都係因為蛋白質包括喺製造肌肉啊，喺製造膠原蛋白方面嘅一個重要嘅作用嚟嘅。能量咁，正如頭先所講啦，蛋白質對於能量本身係一個直接同埋間接都有所作用嘅。咁所以缺乏蛋白質嘅時候咧，例如話小朋友讀書會比較攰啦，一個比較明顯嘅症狀就係我哋係一起身，一朝早起身嘅時候，仍然會覺得好眼瞓，好想再瞓翻落床。有啲人係賴床賴成1個鐘、2個鐘，都係仲係賴緊床嘅。咁呢個係一個典型嘅蛋白質缺乏嘅症狀嚟嘅。因為一個人喺佢由夜晚瞓覺修復狀態，轉換到去一個朝早起身醒神生活去運動嘅狀態嘅時候咧，呢度中間嘅能量嘅轉換係好需要蛋白質嘅。當蛋白質缺乏嘅時候，當夜晚瞓嘅時候又瞓唔入，朝早起身嘅時候又唔願意起身嘅話咧，呢個就係一個好典型嘅蛋白質嘅缺乏嘅症狀。傷口係唔容易恢復嘅。對於蛋白質缺乏嘅人嚟講咧，因為傷口係需要新嘅組織去到接替去接替一個重新修復翻一個傷口。咁呢啲新嘅組織咧，每一粒嘅細胞都需要由蛋白質去參與額外去製造出嚟嘅。咁所以當蛋白質缺乏嘅時候，呢個傷口恢復嘅速度就會減慢。咁而且因為膠原蛋白嘅不足啦，所以部分嘅皮膚就會下塌啦，咁就令到我哋會留下一個嘅傷疤、一個疤痕喺度。骨質亦都係蛋白質一個好重要嘅作用嚟嘅。咁因為骨頭入邊咧，其實有好大部分咧都係蛋白質。咁所以當我哋身體唔夠蛋白質嘅時候咧，亦都會容易有骨質疏鬆嘅問題。咁尤其是一個典型嘅狀態咧，就係一啲又高又瘦又少運動嘅人咧，好容易有骨質疏鬆嘅問題。呢個係無關乎佢嘅年齡嘅。亦都有啲可能係十幾二十歲嘅朋友咧，就因為佢有咁樣嘅，即係有一個咁樣嘅表現嘅時候咧，亦都可以見到佢係你推薦佢去睇醫生，醫生係可以檢測出佢可能係有骨質疏鬆問題嘅。咁呢個咧就唔單止係佢單係補充鈣質就能夠補充到呢個骨質疏鬆，舒緩到呢個問題嘅，而係因為咧蛋白質同埋鈣對於骨頭嘅一個作用咧，嗰個作用就好似係我哋一棟大廈入邊嘅鋼筋同埋水泥咁樣。膠原蛋白就係我哋嘅蛋白質咧，其實就係一條條嘅鋼筋。
咁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棟大廈如果我哋唔起鋼筋就直接將代表水泥嘅鈣咧就擺入去嘅話咧，咁呢棟樓係因為風吹啊、水浸啊就好容易冧落嚟嘅。咁一樣嘅道理，當我哋身體不停補充鈣質，但係我哋身體唔有足夠嘅蛋白質去維持住呢一個鈣質嘅時候咧，咁呢啲鈣質其實係唔能夠依附喺膠原蛋白上面，就唔能夠形成到我哋嘅密實嘅骨頭。咁所以當呢啲人咧，佢哋唔補充足夠嘅蛋白質，但係不停咁補充鈣嘅時候咧，呢啲鈣唔能夠入到骨，就會喺血液入邊繼續流，最後亦都係有可能經過我哋嘅肝腎咧，反而仲對我哋嘅肝腎咧就會形成一定嘅負擔添嘅。咁所以透過學習咧，去適當咁樣補充佢營養咧，唔單止去令到我哋真係解決到問題，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咧喺解決問題嘅同時，減少對身體嘅負荷同埋損傷。咁蛋白質嘅缺乏亦都會令到血管失去彈性。咁正如頭先所講過，膠原蛋白咧對於血管壁嘅彈性咧亦都非常之重要嘅。咁啊，曾經有過咁樣嘅一個事情嘅，就喺美國咧，有個即係美國，大家知道係有好多好強嘅航天嘅科技啦。咁曾經喺好耐年前咧，咁美國試過發射過一個太空嘅火箭上去，咁係一個載人嘅火箭嚟嘅。咁但係嗰次就好不幸啦，就嗰個火箭就發射失敗，咁就墜毀咗，咁個人入邊嗰個駕駛員都不幸離世啦咁樣。咁但係佢係太空人，都係國寶嚟㗎嘛。咁所以當時美國咧亦都係做咗一個好詳細嘅屍檢。咁但係喺屍檢嘅時候，先至發覺咧呢個太空人咧，竟然係佢主血管三條大動脈入邊係塞咗兩條半嘅。咁大家可以諗一諗，一個太空人咁重要嘅一個位置咧，其實係一定係長期受住健康嘅監管嘅，亦都有好多專家去每日去評估佢身體嘅狀態。咁換句話說，就係話一個太空人咧，即使佢嘅血管塞咗咁多嘅時候咧，但係只要佢嘅血管冇失去彈性咧，佢就唔會有一個高血壓嘅問題，亦都唔會影響到佢航天嘅表現嘅。咁所以佢最尾嘅一個失事咧，亦都同佢身體嘅狀態咧係冇乜太大嘅關係。咁所以咧，我哋都可以喺呢個例子入邊見到咧，就係當我哋身體入邊蛋白質充足嘅時候咧，即使有一啲嘅指標唔達標咧，其實對於身體嚟講唔係一個太大嘅問題嚟嘅。例如話我哋嘅血壓、我哋嘅血管嘅堵塞嘅百分比，咁呢啲都係一啲對於健康一個重要嘅指標，係臨床醫學入邊會依據嘅一啲指標嚟嘅。咁但係當我哋喺健康管理學上面，我哋學好咗營養，我哋識得保護好自己嘅身體咧，有一啲嘅指標咧，即使佢短暫性咁樣暫時高咗咧，其實唔需要太大嘅擔心，因為咧我哋學識咗之後咧，知道每一個數字對我哋身體實際嘅意義咧，亦都可以有比較安心咁樣去處理到每一個問題。消化道嘅鬆弛同埋便秘咧，亦都係因為蛋白質嘅缺乏嘅。咁喺我哋嘅消化道入邊咧，胃咧係一個好重要嘅器官。咁胃嘅上下咧分別有一個叫做賁門同埋一個叫做幽門嘅兩個出入口。咁一個賁門咧係兩個出入口咧都係一個肌肉嘅組織嚟嘅。咁呢個賁門上面嘅呢個賁門如果鬆弛嘅話咧，我哋胃入邊嘅胃酸就可能會倒流。咁呢個亦都係我哋一啲嘅有啲人咧就叫做所謂嘅火燒心嘅狀態咧。其實呢一個感覺咧係來自於賁門嘅鬆弛而胃酸倒流所導致到嘅。咁但係當我哋攞呢個嘅火燒心啊、胃酸倒流呢一個問題攞去睇醫生嘅時候咧，醫生會開一啲藥俾我哋。咁呢啲藥咧，通常佢唔係為咗降低胃酸嘅酸度咧，就係為咗降低胃酸嘅量嘅。咁呢一種嘅問題咧，當呢一種嘅狀態咧，有啲咩嘅問題咧？就係當我哋嘅用咗藥去令到我哋嘅胃酸去減少酸性、減少咗個量嘅時候咧，雖然冇錯，我哋嘅火燒心啊、胃酸倒流嘅狀況會即時得到一個短暫嘅舒緩。咁但係既然我哋知道消化道嘅鬆弛係因為蛋白質嘅缺乏，我哋就需要補充額外嘅蛋白質咧，嚟到修復翻呢一個賁門嘅鬆弛嘅問題。咁但係當胃酸少咗、冇咁酸嘅時候咧，我哋吸收同埋消化蛋白質、消化營養素嘅能力咧就會下降。咁換言之，我哋嘅賁門咧將會更加之鬆。咁遲早呢一個嘅胃酸倒流嘅問題咧，亦都會再一次翻返嚟嘅。咁所以咧，呢個亦都可以睇到，我哋喺臨床醫學同埋健康管理上面咧，對待同一個問題會有唔同嘅角度。亦都唔係話臨床醫學有啲咩嘅錯誤，而係我哋喺處理一個問題上面，臨床醫學係需要對症下藥，而我哋健康管理係講緊係追本溯源，點樣喺源頭上面解決問題。當然，例如話去到一啲重症啊、急症嘅時候咧，我哋亦都需要臨床醫學嘅介入。但係最終我哋亦都要翻嚟健康管理學入邊咧，去嘗試從根源入邊去解決呢個問題。蛋白質嘅缺乏亦都會導致精神嘅失常啦。咁啊，呢個亦都係因為我哋嘅腦細胞亦都係需要蛋白質嘅建構嘅。咁特別係小朋友BB 仔由1歲半歲以前咧，佢哋嘅腦細胞咧就係建構係非常之頻密，亦都係非常之重要嘅時候嚟嘅。咁所以呢個時候去補充蛋白質咧，去令到身體有足夠嘅蛋白質咧，係對呢個小朋友以後嘅智力嘅發展咧係非常之重要嘅。
缺乏蛋白質亦都會導致我哋嘅皮膚容易起皺紋。皺紋其實係一個非常之細範圍嘅局部性嘅膠原蛋白嘅不足，而導致皮膚嘅塌陷，所以就嗰個位置就比較暗啞，就變咗就會有一啲皺紋喺度啦。咁啊，所以當我哋有足夠嘅蛋白質，身體有足夠嘅膠原組織去補充翻嘅時候咧，咁啊皮膚就會回復翻一個緊緻嘅狀態，咁皺紋亦都會消失嘅。胃酸嘅不足啦，亦都頭先講過啦，係因為一個蛋白質嘅缺乏嘅問題啦。內分泌嘅失常，咁啊，包括頭先講過嘅甲狀腺素啊、腎上腺素啊、胰島素啊呢啲所有嘅激素咧，全部都係由蛋白質做嘅。咁所以當我哋蛋白質唔夠嘅時候咧，呢啲內分泌嘅失常咧，亦都會導致到包括我哋神經啊、精神啊或者身體唔同狀態嘅問題。蛋白質嘅缺乏咧，對於新婚夫婦嚟講，一個比較重要嘅位置咧，就係會容易導致不孕嘅問題。特別係精子咧，佢嘅質量咧，佢嘅數量咧，全部都係直接由蛋白質所控制嘅。一個男士如果蛋白質唔夠嘅話咧，好容易首先出現見到嘅一個症狀就係精子嘅數量或者質量下降。咁所以點解有啲新婚夫婦咧就硬係生唔出仔啊，或者生好多新嘅小朋友出嚟都有一啲嘅少許先天性嘅問題咧？有機會都係因為來自父母嘅蛋白質嘅不足，而導致到精子卵子嗰個嘅質量嘅下降，咁啊結合唔到或者結合咗一啲比較唔好嘅精子卵子咧，咁就令到呢個小朋友嗰個DNA 開始咧就唔係太好。咁當然缺乏蛋白質咧，亦都會導致我哋嘅體力上面嘅下降啦，智力上面嘅下降啦，亦都有機會造成呢啲嘅唔同嘅狀況嘅。咁所以呢度咧，我哋總結咗好多唔同嘅蛋白質缺乏嘅時候嘅一個長期身體嘅表現嘅。咁我哋見到呢度咁多唔同嘅表現咧，其實全部都係源自於我哋身體蛋白質嘅缺乏。咁缺乏蛋白質點解會導致到身體咁多唔同嘅症狀咧？邊個人會出現咩症狀咧？咁呢度我哋亦都可以引入到健康管理入邊一個好重要嘅概念，就係講緊誒一個人狗當出現咗營養素缺乏或者毒素過多而出現問題嘅時候，出現症狀嘅時候，個症狀會表現喺邊個器官、邊個組織上面咧？呢一個部分就係由我哋先天 DNA 決定我哋身體嘅弱點喺邊一度。咁但係當我哋身體有冇營養素嘅缺乏，有冇毒素嘅太多咧？呢一件事就係由我哋自己嘅生活，我哋日常嘅作息可以決定到嘅。我哋可以決定自己食啲乜嘢，我哋可以決定自己幾時瞓覺，幾時去做運動啊，或者我哋點樣面對生活上面嘅包括工作啊，唔同地方俾我哋嘅壓力。咁只要我哋處理好自己身體唔同嘅生活上面嘅狀況嘅時候，我哋有足夠嘅營養補充，我哋有足夠嘅排走毒素嘅一個嘅機會嘅時候咧，我哋身體就唔容易有任何嘅缺乏症喺度。咁呢個咧都係我哋健康管理入邊好提倡嘅一種好推廣嘅一種俾大家嘅觀念，就係 DNA 佢雖然決定咗我哋健康嘅疾病嘅時候症狀嘅狀態，但係佢唔會完全決定我哋係咪一個健康嘅人。咁所以咧，學習健康觀念對於我哋去改善健康係起住一個非常重要嘅根源嘅作用。咁好啦，我哋又講下點樣可以補充到足夠嘅蛋白質。咁首先咧，我哋可以認識一下其實蛋白質係乜嘢嘅一種物質嚟嘅。蛋白質佢最基本嘅一個單位叫做氨基酸。咁對於人體嚟講咧，係總共有22種氨基酸咧，係我哋人體所需要嘅。其中13種我哋叫做非必需嘅氨基酸。咁啲非必需嘅呢13種嘅氨基酸咧，係可以透過其餘嘅9種氨基酸去重組出嚟嘅。咁所以我哋叫做非必需。對於人體嚟講，只要我哋補充到呢個8+1總共9種嘅氨基酸咧，咁我哋就可以製造到身體所需要嘅所有嘅蛋白質啦。咁點解會叫8+1種咧？因為以前咧有一種嘅氨基酸叫做組氨酸咧，係科學家以前認為咧就只有小朋友先需要嘅。咁但係後嚟發覺原來成年人都需要呢種氨基酸。咁但係所以無論如何，我哋都叫做一個8+1嘅一個9種嘅必須氨基酸嘅狀態喺度。咁氨基酸係大家可以想象就好似一個籃球咁樣嘅。咁氨基酸好多嘅氨基酸合埋一齊組成一種叫做肽嘅物質。咁呢啲肽再同其他唔同嘅氨基酸咧，就會組成到各種嘅蛋白質嘅人體入邊所需要嘅幾百種嘅蛋白質咧，都係由氨基酸同埋肽咧所組成嘅。咁所以透過呢一種嘅拆解咧，我哋可以見到一個優質嘅蛋白質嘅來源咧，係應該要符合以下呢3個嘅要點。咁第一咧就係當然佢需要含有晒全部9種嘅必須嘅氨基酸喺度嘅。咁第二點就係呢個氨基酸嘅比例咧，亦都要適合人體去吸收嘅。我哋叫呢一種適合人體吸收嘅氨基酸咧，就叫做一個氨基酸模式。咁例如話我哋嘅母乳啊，或者我哋嘅一啲嘅豆啊、大豆類啊，或者一啲肉類入邊咧，都有一啲好好嘅氨基酸嘅比例嘅。咁但係發覺有一啲嘅食物咧，雖然佢有豐富嘅蛋白質，但係佢嘅氨基酸嘅比例咧係唔適合人體嘅。咁呢個我哋陣間都會再講到。
咁同埋第三咧，就係我哋要去睇下呢個叫做 PD-CAS 啊，呢個叫做蛋白質消化率校正氨基酸評分嘅呢一個嘅分析。咁呢個評分係咩嚟咧？就係講緊一份蛋白質咧，視乎佢嘅來源咧，佢入到我哋身體之後咧，佢會有幾多個百分比被吸收到。咁呢個評分咧係由一個0至1分嘅，越高分就越好。咁例如話雞蛋同埋大豆咧就係100分，就係1分嘅，咁就代表佢哋嘅蛋白質咧係可以100%俾人體去吸收得到嘅，咁係非常好嘅蛋白質。咁去到牛肉就係0.92啦，去到鷹嘴豆、黑豆呢啲就去到0.75到0.78嘅。咁包括啲豆製品，例如豆腐啊，或者係一啲我哋夾豆啊、豌豆呢啲咧，都係喺0.7左右嘅。咁所以咧喺呢個分析底下咧，我哋見到咧蛋白質其實可以分為3類嘅。第一種係最好嘅，就叫做一種完全蛋白質。咁呢啲完全蛋白質咧係有齊晒所有必須嘅氨基酸嘅，而且佢嘅比例亦都適合人體吸收嘅。咁有一種叫做半完全嘅蛋白質，咁佢有齊晒9種必須嘅氨基酸，咁但係咧佢嘅比例係唔適合人體去吸收嘅。其中一個好嘅例子就係牛奶，牛奶入邊咧有一種酪氨酸，有一種酪蛋白咧，佢係嗰個含量係過多嘅，咁所以佢嘅氨基酸嘅比例咧其實係唔太適合人去吸收嘅。咁亦都有一種係叫做不完全蛋白質，咁就係咧佢9種必須氨基酸入邊咧唔齊全任何一種，少咗缺咗其中一種咧，我哋都叫做一個不完全嘅蛋白質。咁透過呢個分類咧，我哋去睇翻唔同嘅食物咧，會發覺咧，大部分嘅完全蛋白質同埋半完全蛋白質嘅食物咧，都係來自於肉類嘅。咁例如我哋嘅海鮮啦、肉類包括我哋嘅豬、牛、羊、雞、鴨、鵝都冇太大分別。咁蛋啦，呢啲都係一啲好好嘅完全蛋白質嘅食物。咁如果係呢植物嘅來源嘅話咧，大豆係最好嘅一個選擇嚟嘅。大豆係一個完全蛋白質嚟嘅，咁佢係一個非常好嘅選擇。咁但係除咗大豆之外咧，藜麥啊、螺旋藻啊、奇亞籽啊，呢啲都係一啲好嘅選擇。咁亦都係而家我哋時下比較推崇嘅一啲新興嘅叫做健康嘅食物啦。咁但係咧，發覺咧，大部分嘅植物來源嘅蛋白咧，都係叫做一個不完全嘅蛋白質嘅，都會少咗一種以上嘅氨基酸喺度。咁呢個咧亦都會引申到咧，我哋日常補充蛋白質嘅時候，其實係面對住唔同嘅難處嘅。但我哋日常嘅食物當然係分為動物性同埋植物性啦。咁動物性嘅蛋白，頭先講到係一個完全嘅蛋白質，佢係一個非常好嘅蛋白質嚟嘅。咁所以佢嘅蛋白質吸收率係好高啦，亦都係對人體嚟講係比較好嘅一啲蛋白質。咁但係咧喺我哋日常現實生活入邊啦，我哋經常食到嘅肉類咧，都係經過各種嘅烹調嘅手法。咁所以好多時咧，佢哋會包含住好多嘅飽和脂肪啊、毒素啊等等嘅。咁呢對於我哋身體亦都會製造另外一方面嘅負擔，亦都包括係毒素嘅過多。咁呢啲毒素過多其實本身亦都係消耗緊蛋白質去拆解。咁換算落嚟咧，動物性蛋白質有佢自己嘅一個問題喺度。咁但係植物性嘅蛋白質咧，亦都係頭先所講啦。雖然佢優質嘅脂肪比較多啊，毒素比較少啊，咁但係佢唔係一個完全嘅蛋白質嚟嘅，而且吸收率會比較低一啲。咁所以當我哋日常喺飲食入邊去補充蛋白質咧，就會面對呢個兩難嘅狀態。咁所以喺日常補充蛋白質嘅時候，有啲嘅 tips 嘅。咁包括我哋可以控制我哋蛋白質嘅來源。我哋健康管理學咧入邊咧就去推崇大家咧就每日咧嘅飲食大概去分一半，一半來自肉食，一半來自素食嘅蛋白質咧，咁樣係一個比較好嘅比例嚟嘅。唔可以全部去肉食，亦都唔能夠全部去素食嘅。咁亦都可以用一個叫做氨基酸互補嘅原則去到處理我哋嘅蛋白質。咁呢個就係話咧，用我哋嘅植物蛋白。咁但係植物蛋白咧，用入邊有好多嘅都係不完全嘅蛋白，係缺乏咗一啲蛋白質嘅。咁但係只要我哋混合咗唔同嘅植物咧，我哋配合翻呢個比例咧，就會比較係能夠補充到我哋嘅蛋白質嘅需求，而同時咧亦都可以盡量避免到毒素嘅吸收啦。呢個氨基酸互補嘅原則咧，對於科研或者係對於一個實驗嚟講係比較重要啦。咁喺日常生活入邊咧，我哋就好難去追求一個精確嘅配置嘅。只係大概一個基本嘅原則，就係可以用豆類嘅食物咧去配合一啲穀物類嘅全穀類嘅食物。咁所以例如話我哋一啲嘅豆製品啊、豆腐類嘅食物啊，再配合一啲我哋嘅五穀類啊、全穀啊咁樣嘅食物咧，喺一餐入邊嘅時候咧，咁佢個比例就大致會比較適合人體去吸收，亦都會保存晒9種嘅必需氨基酸啦。咁最後一點咧，亦都係去適當去使用補充品。呢個可以去注意翻我哋蛋白質嘅唔同嘅吸收率嘅。適合人體吸收嘅，最適合人體吸收嘅蛋白質嘅來源就係母乳。咁但係當然我哋現實社會入邊亦都唔可能去
即係只有小朋友先有啦。咁啊，再下一個次選咧就係一啲嘅優質配方嘅蛋白粉。咁呢個我哋陣間都會講到少少。咁亦都有啲人佢唔選擇用補充品嘅，亦都可以嘅。咁佢就可以食多一啲嘅蛋啊，或者係大豆啊，或者係用翻頭先所講嘅一啲組合食物嘅方式咧，嚟到補充額外嘅蛋白質。至於我哋需要補充蛋白質，每日需要補充幾多嘅量咧？我哋就參考呢一個叫做《中國居民膳食營養素參考攝入量》嘅。咁呢個係2023年嘅最新嘅版本，亦都係參考住中國人自己身體嘅一個版本。咁啊，我哋節錄咗入邊一啲嘅內容啦。咁大家可以見到，最主要對大部分我哋嘅人嚟講咧，都係綠色呢個框入邊咧，就最緊要就係我哋嘅主要係我哋嘅年齡入邊啦。咁咧就分為我哋透過唔同嘅體重、體力嘅活動咧，我哋同埋我哋嘅性別咧，就配給咗一個嘅大概嘅一個攝入量嘅對比。咁啊，我哋嘅日常食物嘅蛋白質含量入邊咧，就要睇一個叫做 RNI 嘅數字。咁呢個數字就係講緊我哋視乎自己嗰個嘅生活嘅狀況啦，我哋需要幾多嘅蛋白質嘅。咁一個基礎嘅需求量咧，就係每日每公斤體重咧就係1.16至1.2。咁如果係體力或者係腦力啦，即係真係靠用腦揾食嘅人啦，需要消耗精神嘅人啦，咁呢個數字咧就呢個倍咧就去到1.5到2.0嘅。咁如果或者係一啲需要逆轉亞健康嘅普通人，例如話我哋有啲失眠嘅狀態啊，火燒心啊，胃酸倒流啊，或者腸胃敏感，或者係個精神緊張，或者係肥胖啊，需要增肌等等咧，都係一個叫做逆轉亞健康嘅需求咧。咁呢個數字亦都係去到1.5到2.0嘅。咁如果係一個長期嘅運動員咧，佢所需要嘅可能更加多嘅，可能去到2.0到3.0嘅。咁呢個亦都係點解咧？好多嘅運動員咧都會需要去額外補充蛋白質嘅原因。咁但係呢度重點提一提咧，就係如果係一啲肝腎疾病，尤其是係重症嘅咧，佢所需要嘅蛋白質反而係會下降嘅。其實就唔係因為佢需要嘅蛋白質下降，而係佢身體能夠吸收到嘅一個數量咧會有所下降嘅。呢個係因為佢肝腎功能已經去到一個好低嘅地步。咁呢個咧就去到一個重症嘅時候咧，就亦都係需要諮詢翻一個臨床醫學嘅建議。咁呢個亦都唔可以單靠健康管理學去處理嘅。咁呢度俾啲例子啦，例如話一個65公斤體重嘅男士咧，佢嘅日常嘅基礎需要量咧就係65乘1.2，就係每日佢需要78克嘅蛋白質。咁如果佢係一個一般嘅工作者，例如話佢需要去體力勞動嘅工作嘅，或者佢需要經常處理文件啊、同人打交道，要諗好多事情嘅，咁佢呢個倍咧就去到1.5倍，咁就係97.5克嘅蛋白質每一日啦。咁如果佢係需要調理身體嘅，咁啊呢個數字可能咧，因為佢有工作，亦都再需要調理身體咧，咁呢個數字可能要再向上推到1.8咧，就係117克嘅蛋白質。咁如果佢仲有一個嘅運動嘅習慣，需要去健身啊，想要去增加肌肉嘅話咧，又再需要調理身體咧，咁呢個數字可能去到2.0甚至更高嘅。咁類似啫，亦都係同樣啦。咁大家亦都可以睇下呢個50公斤嘅例子咧，去大概睇到自己所需要嘅一個蛋白質嘅含量。咁但係咧，呢一度我哋所需要強調嘅一點就係咧，營養素嘅補充量係有一個好重要嘅原則嘅，就叫做因人而異、因時而異、因需而異。每個人有唔同嘅體質，我哋同一個人咧喺唔同嘅時段，亦都會因為我哋唔同嘅需要咧而有唔同嘅補充量嘅。咁所以呢一個數字咧，唔係一個恆久不變嘅數字，唔能夠因為我係保持住呢個體重，就永遠都係用呢個數量嘅蛋白質嚟到補充身體嘅需要嘅。例如話，我今個星期係食100克嘅蛋白質，咁但係我下一個星期可能我有一個新嘅項目我要做，我一個比較大嘅時間嘅投入，一個精力上面嘅投入嘅時候咧，可能我需要再額外補充多10克嘅蛋白質嚟到應付我呢一個額外嘅需求嘅。咁呢個係完全係即因乎我哋唔同嘅人、唔同嘅時間、唔同嘅需要咧，我哋係每日都要去調配自己嘅一個蛋白質嘅需求量。咁呢度俾一啲參考俾大家去睇下，日常飲食入邊咧有唔同嘅蛋白質嘅含量嘅。例如話一隻嘅雞蛋，大概佢嘅蛋白質咧有5到7克嘅蛋白質喺度。咁如果係一個豆漿嘅話咧，就每100毫升大概就有3.4克嘅蛋白質嘅。咁豆漿比較容易去睇，因為豆漿通常都係大家買包裝嘅，上面會有清楚嘅營養標籤。咁香港嘅營養標籤制度亦都非常之健全嘅，咁佢上面一定會刻住一個蛋白質嘅含量喺度。咁至於肉類咧，就每100克嘅肉大概有16克嘅蛋白質喺度。咁無論係乜嘢肉類都差唔多係呢個數字嘅，大概喺13到17、8左右嘅數字啦。咁所以咧，呢度我哋又可以咁樣簡單去估算一下喎。例如話，如果一個人佢每日食2隻雞蛋，
然後我中午嘅時候我會飲過一杯嘅豆漿啦，咁啊有其他嘅食物啦，但係可能係一啲例如係碳水化合物啊、啲飯啊、麵啊咁樣，咁入邊唔係太多嘅蛋白質啦。咁可能夜晚我食一塊8安士嘅牛扒就220克啦。咁呢度運算出嚟咧，總共咧就係66克嘅蛋白質。咁當然呢度就未必係我哋全部所有嘅蛋白質吸收嘅。咁啊，可能我哋再有一啲多餘多除少補咁樣樣啦。咁但係大家會發覺咧，我哋日常飲食入邊咧，其實係相當容易就能夠滿足到我哋基礎嘅需求量嘅。咁所以都市人咧，基本上係唔會話我真係完全食唔夠蛋白質嘅。但係咧，佢可以滿足到我哋基礎嘅需求量，但係就未必滿足到我哋每一日實際嘅日常生活嘅需要嘅。例如頭先咁講，可能如果我係一個好冇乜壓力啊，亦都冇乜生活嘅情緒要面對嘅，我每日都好安樂咁過我嘅日子嘅，咁其實我就咁食呢啲嘅食物咧，可能都已經攞到我身體所需要嘅足夠嘅蛋白質。咁但係當我需要去工作，當我需要面對生活嘅工作啊或者家庭嘅壓力咧，其實我所需要嘅蛋白質嘅量咧係有所提升。咁但係呢個提升嘅量咧，就未必係我哋日常嘅飲食入邊咧就可以直接滿足得到嘅。咁所以我哋需要增加蛋白質嘅吸收咧，咁有幾個唔同嘅方向啦。我哋可以喺每一個正餐入邊咧都增加我哋嘅食量。我哋亦都可以選擇咧就係增加唔同嘅餐數，食多幾餐，甚至乎咧我哋亦都可以選擇去改變我哋嘅餐膳結構，去食多啲嘅蛋白質啊，食少啲嘅碳水化合物。咁但係呢啲唔同嘅選擇咧，當然都會有各自嘅取態啦。例如話正餐嘅增量咧，可能會導致到我哋嘅食量增加咧，咁其實會有啲人佢會因為咁樣而肥咗嘅。咁啊，對於現代都市人嚟講，就唔係一個太好嘅事情啦。咁而增加餐數咧，係一件可行嘅事嚟嘅。咁亦都甚至乎有一啲嘅增肌啊、纖體嘅 program 咧，係建議大家去增加餐數嘅。咁但係呢件事執行起上嚟，未必一定咁容易，唔係個個一定做得到。咁啊，改變餐膳結構，食多啲蛋白質，食少啲碳水化合物咧，呢個就大家亦都聽得好多。咁啊，亦都唔係每一個人都能夠下定決心去做得到嘅。咁呢個亦都係 that's why 咧，有啲人會選擇用營養補充品咧，去到去幫助佢自己解決呢個蛋白質嘅問題。咁呢個就因人而異，佢自己去決定你用乜嘢方法去補充。咁至於如果去補充嘅話咧，我哋自己嘅品牌 Nutrilite 咧，亦都係一個非常好嘅選擇。咁啊，起碼佢有一個90年嘅歷史嘅保證，亦都係自己有一個有機認證嘅農場咧，去種植、萃取同埋生產所有嘅補充品。咁所以有一個非常安全嘅保證喺度嘅。咁而我哋呢一隻蛋白粉咧，佢係完全嘅植物嘅蛋白，用大豆、豌豆同埋小麥去製造出嚟，一個非常之符合氨基酸模式嘅一個吸收率。咁佢個 PD-CAS 嘅分數亦都係1.0嘅。咁啊，所以佢嘅吸收率好高啦。咁而我哋最近有嘅呢個叫做雙肽嘅配方咧，佢將蛋白質再拆解成為頭先講過嘅一個組成蛋白質叫做肽嘅一個狀態。咁呢個肽嘅狀態咧，就會令到我哋吸收蛋白質嗰個速率更加高。咁吸收率更加高咧，亦都代表佢個浪費率、佢個耗費率比較細一啲。咁所以對於身體嘅負擔就會再相對細一啲啦。咁同埋咧呢件事咧，對於經濟上嚟講咧，亦都係比較一般食物嚟講會比較平一啲、經濟一啲嘅。咁呢個亦都會引入到一個我哋好重要嘅概念，就係營養食品咧就唔等於我哋嘅保健品。一般坊間有好多唔同嘅用詞嘅，我哋會叫營養食品啊，會叫保健品啊，好多嘢都混淆一談嘅。但係我哋喺健康管理學入邊就會分得比較仔細，營養食品同埋保健品係兩個完全唔同嘅概念嚟嘅。營養食品就例如係我哋頭先嘅我哋 Nutrilite 嘅蛋白粉咁樣，佢係一個食品嚟嘅，佢係可以同餐膳共用，佢可以用嚟代替一啲嘅餐膳，亦都可以同我哋一啲嘅正常正餐嚟一齊去食嘅。咁佢亦都係一個可以長期咁樣去食用嘅時間，亦都冇話需要食幾耐嘅。同埋佢係一個身體本來就需要嘅物質。咁同保健品有咩唔同咧？咁有啲咩保健品咧？例如話我哋有最近聽得多嘅 NMN 啊，或者以前聽一啲嘅好多唔同嘅保健品，例如啲咩水質素啊，或者一啲氫嘅食品啊咁樣。咁呢一啲咧都唔係一啲身體必須嘅元素，唔係身體必須嘅物質嚟嘅。咁所以咧，呢啲保健品通常咧，佢嘅出現咧都係為咗解決一個群體佢哋特定嘅需求而有嘅。咁呢啲保健品通常咧係一個特定嘅時間去食啦，可能要飯後好似藥咁樣先去食啦，亦都係因為一個特定嘅需求，所以先至會食嘅。咁所以變相嚟講就係咧，對保健品嘅概念，大家都會係我需要嘅時候就食，我唔需要嘅時候或者我個症狀消失咗咧，我就可以唔食。咁但係營養食品就唔係咁樣嘅，營養食品佢係一種食品嚟嘅，就正如我哋唔會問我哋食飯食到幾時，咁我哋食營養食品都唔需要問我哋食到幾時嘅，佢只係一個選擇。我哋選擇係用我哋日常生活可以攞到嘅食品啦，定係用一啲我哋喺
用過一啲科學嘅方法萃取植物營養素出嚟嘅食品咧，咁呢個就我哋自己嘅選擇。但係無論邊一種選擇咧，我哋得翻嚟嘅都係一啲身體本來所需要嘅，例如蛋白粉俾我哋嘅就係一個蛋白質。咁一個好嘅蛋白質咧，對於身體佢唔係一個解決症狀嘅問題，呢個同治病係唔同嘅概念嚟嘅。治病我哋用藥咧就係講我哋去處理一個症狀，咁所以當症狀消失咗嘅時候，就唔再需要呢個額外嘅藥品。但係當我哋需要維持健康，健康係我哋每日都需要嘅，我哋每日都需要身體有正常嘅好嘅運作，咁亦都因此我哋每日都需要唔同嘅營養素嘅補充，咁啊包括蛋白質，包括其他唔同嘅營養素，亦都係需要到透過食物、透過營養食品唔同嘅方法嚟到補充嘅。咁所以咧，我哋可以用例如話我哋用我哋嘅蛋白粉嘅時候，其實係有好多唔同嘅方式可以用嘅。例如話有啲朋友咧，佢會朝早用蛋白粉加入其他嘅生果啊、蔬菜啊、橄欖油等等咧，去組成一個好嘅早餐。亦都有啲人咧係例如好似我咁咧，貪方便咧，就好似中間呢個動畫咁樣咧，就去沖一個配合埋其他嘅營養素啦，咁就去沖一個好簡單、好方便，可以帶出街飲或者可以1分鐘就飲得完嘅一個早餐。咁就比較適合一個繁忙嘅都市人嘅生活嘅模式。咁呢個咧，亦都係點樣去補充咧？亦都係視乎大家自己嘅選擇。咁啊，但係大家亦都要去根據自己身體嘅需要，根據自己嘅症狀咧，去決定自己需要嘅量，同埋去實際點樣去補充到呢個嘅蛋白質。咁所以咧，蛋白質咧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健康嘅素材，佢係我哋生命嘅源頭嚟嘅。希望透過今日學習，大家可以見到咧，蛋白質對於身體嘅每一個身體嘅細胞組織結構咧，都係起咗一個基石嘅作用，係一個非常重要嘅物質嚟嘅。所以大任何嘅唔同嘅慢性嘅症狀咧，我哋都需要睇翻自己身體嘅蛋白質補充係咪足夠。所以只要補充到足夠嘅蛋白質咧，我哋咧就可以有一個好嘅活力人生嘅開始。咁呢個咧亦都係希望今日可以俾到大家嘅一個嘅信息。咁啊，今日我哋嘅節目咧就嚟到呢一度啦。咁下一個星期咧，我哋就會有同一個時間。下一個星期係由夜晚9點鐘開始啦。咁就會由我哋嘅營養師阿 Yan 咧去分享一個亦都好重要嘅題目，就係各種嘅維他命同埋礦物質咧佢嘅長期嘅缺乏症。咁呢個咧維他命礦物質咧對於同蛋白質之間嘅關係咧就係一個互相協作嘅狀態嚟嘅。蛋白質如果冇咗維他命、冇咗礦物質咧，亦都唔能夠有效咁運用。而同樣地調翻轉咧，如果冇蛋白質咧，所有嘅維他命、礦物質咧，對於身體嚟講，亦都係一個好難發揮作用嘅事情嚟嘅。咁所以無論係蛋白質或者下星期提到嘅維他命、礦物質咧，亦都係好需要大家去認真去學習咧，去維護自己身體嘅健康。咁今日嘅節目咧就嚟到呢一度啦，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星期再見。